中华新港的长头是全台湾上早出产的所在，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到长头的生长过程，新港的农会有举办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，带导人囡仔来认捌在地农产品，嘛建立珍惜食物的观念。 民众斟酌听农民解说种长头的相关知识，适合安怎的天气，爱情外久等等，然后亲身落田体验挽长头。要先把长的根部分的拔起来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很值得的是，可以让我们下洋葱田去采洋葱，真趣味，嘿，嘛真好耍，带囡仔来，囡仔嘛会使体会讲做农民的辛苦。我想讲互囡仔来参加一寡迄食农教育。 啊，知影讲吼，咱食物是安怎种的，然后莫去浪费食的物件。中华新港的长头是台湾上早出的地区，农民表示种长头真重人工，民众伫市面上看到的长头拢已经处理好势。 即便透过新港农会举办的食农教育体验活动，带民众来产地了解长头生产的过程。咱种长头的时是一粒一粒落去种，采收的时嘛是一粒一粒落去做采收。今日啊吼，就是互这家长啊吼，互这挽这长头的经验啊吼，是这真好。咱大部分伫市场拢有看到洋葱啊，但是伊唔知讲安怎种、安怎使用。民众来体验，知互伊了解讲哦，这安怎种。 安怎采收？中华新港因为我大道溪口，吹东北季风，会互长头的叶仔变大，颠倒加强土地长头的营养分，种出来长头咸搁甜。农会希望透过体验活动，互民众认捌在地农产甲环境的关系，建立爱惜食物、感恩土地观念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